受到囝生少影响，这几年真侪学校被收起来。4月立法院又三读通过私立高级中等以上学校退场条例。今仔日，就教育团体伫咧立法院头前召开记者会，公布一份私立大学办学状况的评量图表，提供予考生做入学选择的参考。伫咧淡水的新约翰科技大学团组校内部分学系按算停止招生，教育部也表示，3月有要求校方董事会爱伫7月底进前将着6000万的资金，无会列入专案辅导。7日有教育团体召开记者会，公布以私立大学财务状况、注册率、薪资比等等资讯做出的图表，提供学生做入学的参考。因为我们有2/3的学生是念私立大学，然后在退场条例通过之后，我想大家都有意识到，很多学校现在目前正在快速退场当中。不要被很多的学校的一个广告啊、话术啊，或者是助学金所吸引，财务安全或者是它的注册率都是红灯的话，那考生就要特别的注意哈。那生师比当然反映出他的教学品质。学者表示，会使以无共色水来分辨，简单看出各校的状况。若有上歹的红色、柑仔色，就要注意。另外，因也呼吁教育部建立相关制度，予校内人员会使调查学校的财务状况资料，最终监督学校。教育部应该要求学校对内也要公开这个财务资讯。哈，我们发现目前对外公开的资讯是 OK 的，但是对内学校的学生的代表、老师的代表、校会的代表、稽核人员都看不到学校的一个财务的一个明细账。教育部表示，有设伫网络平台公开校务资讯，和社会各界会使关心各大专院校的运作。但是学者表示，伫网络平台公开的资讯是无到校内人员进行监督，应该要有更加详细财务资讯等等，才会使达成监督的效果。批评教育部的回应只是应付。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。